下面就是说第二个啊，就是第二个是，若有自信呢，就是不可得涅槃啊，就是不可得涅槃，就是第二个问题。自信不可离转过，万法若有少自信，去若涅槃不因逆，一切系论不可惜。如果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一切万是不空的，一切法是不是因缘生的，那么有一种这个自信的这个存在，那这样的话呢，任何法的自信是不可改的啊。宗论当中也这样讲的，自信是不可离转的。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个法有这个少许的自信，有芝麻许的、针尖许的、一点一滴的这种自信是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任何一个人啊，就是不可能是证悟他的，因为他的自信呢，就是无法这个改变的。比如说我的这个心的自信存在啊，或者是说我烦恼的自信存在，那烦恼的自信存在的话呢，那么我反复的这个位置呢，这种自信呢，就像中观庄严论释当中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它不能这个改变的。为什么不能？如果它能改变的话呢，那这个自信呢，就是不是真实的了啊，自信是已经这个因缘而产生的了啊。所以呢，我们经庄严论当中也讲了，就是说是解脱呢，就是只是把这个迷惑呢，就是灭尽啊，就是迷惑灭尽而已。但是如果真实自信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呢，就是永远也是不可能就是与它就是脱离的啊，就与它就是脱离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原来是这个凡夫，最终呢就是真的这个佛果，或者一切万法的本性呢，就是因为空性，中间呢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它的本体，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因缘的缘故呢就是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自信是肯定没有的。如果自信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涅槃也是不可能得的，一切系论也是不可能得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信法呢，就是不可改变的。中论当中说的吧，就是若诸法不空，则无生无灭啊，就是若诸法不空，则无生无灭，何端何所灭而成众涅槃？什么而成为涅槃是吧？就是。说，如果是一切法的这个自信呢，就是不空的，自信是真实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因为自信存在的缘故，就是刚开始就是产生也不可能的，最后的话呢，就是毁灭也不可能的。那既然这样的话呢，你果法当中的这个因法当中的这个缩短和果法当中的缩得而这个获得的涅槃呢，这些都是不合理的啊，就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因为呢就知道是一切万法呢，就是在整个所知当中就是一切万法呢，就是没有一点这个诚实的就正因为是没有诚实的缘故呢，就是解脱也是可以的，迷惑也是可以的就迷惑也是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有些宗教呢，就是他们有些太过分的认为呢，就是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就是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一样，显现的迷乱的这种现象呢，应该要承认存在的。然后有些呢，就是一切都是不空的、常有的就是全是要么是上帝所造的，要么是就是永远是不空的。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如果是常有的话，就像释量论里面所观察一样的，就是这个以前是什么样，这个以后也应该是如此的。但是这样的这个常法，就常法的话呢，在义理无法成立就义理无法成立。所以说呢，就是不堕两边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中道，就是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他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发明，或者说是他的这个发现就一切万法的本体是本来是如实的，但是很多这个外道，包括这个僧人外道、俗人外道，尤其是现在的各种宗教的这些教主的话呢，就并没有发现就是诸法的真正的这个本体这一点是没有什么不敢说的。我们在不同场合当中，不管是高等大学还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呢，也经常就是说，如果他们也想辩论想辩论的话，我们也是愿意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伟大之处呢，我们认为是他因为见到这个缘起空性，一见到缘起空性，并且呢以大慈大悲心呢，就是宣说给世人，而实践当中呢，也无数个人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监修就是监修呢，就是最后呢就也纷纷的这个
这个去入就是去入这个涅槃。他这里的所谓的这个涅槃的话，并不是有些人解释的一样的，叫所谓的涅槃已经死了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涅槃的话呢，已经获得了。比如说小乘的涅槃的话呢，凡夫的这种所有的烦恼就是障碍全部都断掉，最后呢就是获得了圣者的果位。而大乘的这个涅槃的话呢，也是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都断掉以后呢，就是最终呢就是先前这个先前就是色身和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法身就是先前色身和这个法身，然后呢就是以不同的这种这个现象来光临无边无际的有情，就这叫做是这个涅槃。